黎智英案嘅求情聆訊即將展開，海外流離勢力為吸乾黎智英最後嘅政治價值，不停咁打出悲情牌，表演苦情戲，博取不明真相人士嘅同情。恰逢年底聖誕節同元旦前夕，黎智英之女黎采藉機發布影片賣慘，不但展示黎智英獄中親繪聖誕卡，回憶過往同黎智英共度嘅聖誕時光，更喺元旦前發布嘅影片中，表示對當年未與黎智英同車共赴法庭感到後悔，責怪特區政府撤銷保釋，令佢哋父女無法團聚云云。喺亂港勢力鋪天蓋地嘅流離攻勢之下，呢招苦情戲有住特別嘅蠱惑性，加上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到各國賣慘遊說，已經令好多唔了解黎智英案嘅人士產生誤解。而且最近亂港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發出公開信，聲稱聯署超過50個所謂人權組織，敦促美國總統特朗普及美國國會立即採取行動，確保黎智英及前毒果部高層獲釋。此外，佢哋仲無恥要求美國制裁香港審訊黎智英案嘅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，污蔑香港新聞自由、法治及人權遭受嘅攻擊已升至危險層級。由此可見，海外流離勢力嘅手段唔單止顛倒黑白，而且卑鄙下流。雖知黎智英案根本同所謂嘅新聞自由無關，黎智英干犯嘅係勾結外國勢力等涉及國家安全罪行，而且佢本身因為欺詐科技園公司被判入獄服刑。流離勢力所謂嘅打壓同危險，完全就係信口雌黃。唔通外國嘅新聞自由、法治及人權能夠縱容欺詐犯同勾結外國勢力分子逍遙法外嗎？定係話喺歐美等西方國家能夠打住新聞自由、法治及人權嘅名義，勾結外國勢力同實施詐騙？如果上述情況喺外國都係違法行為，咁反中亂港流離勢力憑咩干涉香港法治，仲要求美國制裁香港法官？換句話嚟講，呢啲打住人權招牌對黎智英案指手畫腳，對香港新聞自由及法治人權肆意抹黑嘅流離勢力，先至係真正破壞香港新聞自由、法治及人權嘅罪魁禍首，係佢哋令黎智英身陷牢獄，坐實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嘅罪行。至於黎崇恩同黎采兩兄妹嘅賣慘，更加係無理取鬧。咩黎智英身體狀況唔好，咩聖誕回憶同後悔，根本就係為咗博取同情。黎智英能夠出庭，代表律師更就黎智英身體狀況作出過澄清。黎崇恩兄妹嘅苦情戲表演得再多再慘，亦唔能夠消除黎智英曾經犯下嘅罪行。嗰啲因為被佢煽動而暴動入獄嘅香港青年們，亦有父母親人，唔通佢哋就抵死？佢哋就應該被黎智英害到鋃鐺入獄嗎？真正踐踏香港法治、破壞香港人權嘅黎崇恩兄妹同流離勢力，先至係應該被譴責同制裁。香港法治絕不會向苦情戲同制裁低頭。